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8月2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箴言15章13節到17節，彼得前書第3章第8節到12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同心。在政治的顶悬，咱常常听到迄个同志。虽然讲同志的意思是有志一同。同一个理念，但是真侪时阵，去拢叫同志是讲吼，你袂当有家己的想法，你袂当有家己的意见，只有会当讲领导者的想法。这是伫极权国家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形。但是咱嘛知影，真正的同志，也是讲同心，或者是咱讲同工，伫英文的翻译其实是真清楚明白，甲咱讲就是一个意念。这个意念毋是任何人的意念，是伫上帝的意念。所以讲呢，只有伫主呢，才会当同一个心志，才会当同心啦吼。同心会通讲是基督徒伫信仰生命中间、教会生活中间唯一的标准。所罗门王的劝勉伫箴言15章13節到17節提到：心歡喜，面就有笑容；心憂悶，心靈就內靜。聰明的人心追求知識，戇人的喙用牛戇做食物。困苦的人日子真歹過，心快樂的人親像宴席無斷。善車有得敬畏上主，較贏好嘢有真濟煩惱。食青菜，逐個相疼，較贏過食肥牛仔，互相怨恨。寧可淡薄來過日，彼此相疼，比大魚大肉卻互相埋怨，甚至彼此傷害，閣較會通得到祝福。必定伊勸勉初代教會基督徒，著愛有追求迄個同心同情，閣較著愛彼此相疼，好若親像即個兄弟姊妹共款，著愛有仁慈的心，愛心存謙卑。彼得前書第3章第8節到12節，安尼講着，總講。恁攏着愛同心同情，愛相疼，親像兄弟姊妹，有仁慈，心存謙卑，無用歹報歹，還是用侮辱對付侮辱，顛倒着用祝福來回報，因為恁是為着這個受呼召的，互恁通承受福氣，因為聖經有記載，人若愛性命。愛過好日子，就禁家己的嘴，無講歹話；禁止喙脣，無講詭詐，就拒絕歹做好事，熱心追求和平。因為主的目睭看顧義人，伊會耳孔聽因的祈禱，毋過伊會對做歹的人辨面。就好像親像保羅佇哥林多前書12章以及羅馬書12章的教導同款，我講咱領受着相款的聖神敬拜同一個主，還有啥物通爭？照講就應該愛同心合意啦吼。無論是厝裡的人，或者是佇教會內底，如果有無同心，就是這中間有人咧追求家己的利益。或者是咧過分堅持家己的意見，無夠謙卑，無願意同心。詩篇112篇，哈利路亞，稱讚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愛伊誡命的這款人真有福氣。伊的子孫佇以色列地一定會強盛，正直的人的後代一定受祝福。伊會家內充滿財富，伊的好行為存到永遠。正直的人佇黑暗的中間有光的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憐憫，有公義。慷慨照人，閣
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即款的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因心坚定，倚靠上主。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的，互上主拍线。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牙悬，受人尊敬；歹人看了大受气，家业切起，望拢无去，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愿主帮助阮，愿意谦卑顺服。甲人和睦，并且愿意同心合意的服侍上帝的教会，服侍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